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俗语伫咧讲啊，有食啊，阁有掠。这是咧讲啥物？大家拢知影啊。这是咧讲吼，食饭倒的时阵吼，唔那是有好食的物件通好食。啊，若食袂完哦，啊，你甲包包的吼，啊，拢会当炸转去啦。啊，吼，阁有一句话咧讲吼，食好咧斗相报。是咧讲吼，啊，若是食着好食的饭倒啊，大家都口耳相传哦。啊，若请这个总舖师哦来去甲伊办倒啦。所以讲啊，这个办倒的文化，会当算讲是咱台湾传统文化一个真重要的项目。啊，到底这个办倒的文化吼是安怎去形成的？咱吼先来看一段VCR，来去食办倒。来，倒调节来。办倒是早期台湾社会上流行的请人客方式，敢若需要伫大路边大布棚，或者是组织来场所，就会当留者来办倒。办倒就亲像咧流浪，有当时咧山边，有当时咧海边，啊有当时一个较舒适的所在，亲像遮安尼，啊是要看人客要去倒位，咱就去倒位做安尼。办倒的菜色丰富多元，每一项菜拢有祝福的意思。办倒吼，用咧灵下吼，代表足吉祥，吼足有福气，迄种意义就对啊。佛跳墙这个物件吼，福禄寿齐全吼，啊，放在一个菜内底吼，就代表一个真圆满，一个德升吼，因为一个升步步高升的意思。啊，一个家呢，就是起家。古早的时代，讲希望讲多子多孙嘛吼，啊，这伊啊就代表百子千孙、人丁旺安的意思就对啊。办倒要办甲成功，总舖师的功夫是上重要的部分。总舖师到底有啥物撇步？互咱做伙来看卖。哦，你有听到迄个剁菜、切菜的声无？有影呢。咱今仔日吼，现场要来甲大家办倒，咱吼来邀请到咱的资深的总舖师，吼，伊即摆真无闲啦。咱的豆腐师黄苗婉师来拍个招呼。大家好。啊，当然无闲甲你拍摄，甲你较量吼。啊，搁有咱的迄个豆腐师的行政总监吼，黄家玉老师。大家好，大家好。是哦，你看有影是真澎湃的。你看这高丽菜，哦，这有影有水准。师啊，你在切这高丽菜的时阵吼，这是要准备要出冷盘。嘿，对。通常咱冷盘头出拢爱出啥？通做就是冷虾啦，因为冷虾摆开吼好看。是。这叫做高炕。这高炕。嘿，这高炕。高炕。哦，安尼个白白的。这个做五味的啦。五味。五味的意思是讲迄个酱嘛。系酱五味酱对。五味酱。啥？迄就是迄个五味酱。五味酱。五味酱。五味吼啊，是有多五味啊？有蒜头吗？蒜头迄是蒜头、姜、葱啊、辣椒，迄拢属于五味。五味。啊调味料就是吼，糖醋啊就是番茄酱。哦，土豆酱，土豆酱。啊，你即马这葱啊？哦，你看咱。我这是要做乌鱼子用的。哦，要做乌鱼子的。啊，这乌鱼子。哦，这贵松松呢。啊，想到爱安尼切片安尼爱切。安尼才有迄个面啊。哦。无你若切的是。做细面的无好看。哦，是安尼。其实咱台湾的乌鱼子。咱台湾的乌鱼子同好啊，进口的你用巴西迄拢无好啊。对啊，好的物件拢留伫咱台湾啊，对无吼？其实这个物件是有影拢在地实在。做冷盘就是爱用淡薄仔工啦。是。所以每一个总舖师其实对这个食材的迄个性嘛是要真了解。哎呦。啊，那切有当时吼，迄切的方向无共款，食起来迄个口感都无共，迄气味嘛会损失去。咱主要就是你用啥物盘吼，啊，咱就甲摆好一盘，看安尼足青草足好食款的安尼。哦，就是讲重点是互伊青草老练啦。咱咧真好奇啦，像我的立场吼，我想讲啊，厝内底有一个真够煮食的人，吼啊，感觉讲啊，一定大家拢厝内拢食较足澎湃啊，恁兜干嘛呢？拢阮母啊煮。拢恁母啊煮的，等到总舖师伫咧厝内无煮食。我这是营业用的啦。哦，你是营业用的，我是自家用的。原来是安尼。总舖师家己伫咧厝内是无咧煮食的，就对啊，拢煮互别人食。我靠，做甲忝，我要去转来拢袂想要做啦。不过你转去敢会真要求讲恁夫人、恁兜夫人讲啊，这菜煮了无够气味啊。袂。我看你的表情是有淡薄。袂啦。袂吼，拢袂吼。真敢讲啦。太太嘛是辛苦啦。是啊，有影花鸡哦，啊，佮放一个配色，来红色来配入去，冷虾已经拢无。其实吼，咱讲正经话，冷虾咧若像咱切咱一毛吼，有个人先出手的人吼，是吼，贵都无去，啊，毕竟伊实在是贵啦。是。哦，咱讲良心的，实在是贵。嘿，哦，安尼摆起来有影是真澎湃，迄个感觉啊。
来哦来哦来哦，烧，无啦，这冷盘啦，这毋是烧的。哦，是正经烧的拢伫遮。哦，有影咧，使我拄则吼，我看到你这个刀工啦吼，啊这传这冷盘的这个过程，实在是足厉害呢吼。我听讲吼，使已经有46年拢咧做这个总铺师对无？啊，听讲你阁超过办道吼，差不多吼，你这世人够大啦吼，办道超过5000场的办道对无？听讲啥，我真好奇吼。办道的时阵吼，通常你这一场啦吼，一场会当算讲吼，上济有几道？上最我做到差不多250道，3000人用餐。250道，跟像我安尼250道，啊，几个总铺师才会当完成？总铺师爱差不多15、16个。15、16个，办道上重要就是好食上重要啊！所以你甲恁介绍一下。咱一般咱会先出冷盘，咱的习惯咱会先出冷盘。这个冷虾是安怎一定因为凉吼，当然咱中国来讲，咱台湾来讲叫做吉祥的一个动物。是。代表讲伊是一个真悬的身份啊，对。那皇帝较早皇帝规身躯阵穿个龙袍、灵袍迄吼，啊，这是一个吉祥代表的意思安尼。啊，你用盘出了后，以后通常是倒一个？伊古早的一个形式就是出龟。出龟意思哈，因为有的是龟，有的是毒的，有的是鸡的，拢不管，只要是龟就是叫做先出龟，就叫起鸡。哦，咱台湾咧叫做起鸡，就是阿公某结婚以后嘛，成立一个家庭，哦，也是咱赚到钱，咱来买一间厝，咱入厝，迄嘛叫做起鸡。起鸡，哈，这是大家拢知影，年年有余。哦，大家放人食了以后，这样菜较早是拢出咧后壁。哦，是。即嘛？即嘛因为吼。食到后壁食袂落，啊鱼啊这样物件歹处理，是，食完歹处理，是啊，即个慢慢现代化，就甲较头前我食，食完剩迄支鱼翅转来。即摆米糕嘛是搁一日高重，高升，这拢是足吉祥的味，就是因里头里尾嘛，就是处于会使来带消费因的物件，来摕出讲，是，这个商品。商品嘛是足简单，咱嘛是讲较早定咧讲啊，结婚的是双双对对，万年富贵，互你食甜甜，万年互你生后生。两个人有同心共同奋斗拍拼，制造好将来，就是拢讲吉祥话、好听话安尼。是，迄阵啊办道，毋是这包办的，是主人家厝内要办什么喜事、好歹事拢共款。是，有一个活动的是伊就去找总铺师。是，总铺师伊是。拜托伊甲开菜单，先甲开菜单，是，帮伊叫人工，这张菜单以后摕互主人，主人爱家己去采买，是哦，嘿，由伊的要用偌重的数量，拢互伊家己去采买，哦，像古早有一句话叫办道吼，10工前8工后，拢是伊的无用的时间。是啊，这句话我就想无呢，咱安尼讲，较早的交通运输。搁一个冰库拢无方便哦，所以这处理的实在是一种真头疼的问题。是。像古早人嘛正经老啦，人伊嘛去。无啦，还是有影尊重迄个，所以讲一个总铺师来到遮，就是只要来住就好啊，其他伊拢免去烦恼，拢免人甲你穿便便。而且有影就是尊重迄个师傅安尼。爱为了知名度人嘛才会找你。是吼，你无总铺师做袂出来的菜，只有迄主人家传无了。我讲一个题外话吼，较早办道吼。要叫人来办道，无一个做医道这个行业。是哦。较早无这个行业。哦。较早遐人开始。都来。阿哥啊，你倒一天来我请吼，恁厝的椅啊、桌啊，就先摸来哦。是哦。较早拢茶的呢，毋是这铁骹盘山过领呢。是哦。人碗盘嘛先做摕来呢。逐块桌迄个桌啊，甲拢无共款。迄毋是8国联军啦，迄800国联军啦。哦。什么物件拢来？安尼真新鲜呢。食煞吼。佫排倒转的，是哦。连讲话你也是换排，较早安尼有一个认真的交流。是啊，安尼唔才有迄个办道食道迄个心息的感觉。我就是去食道，我就传我的米仔去遐吼，毋是干一箍人去，我过来带我的物件去安尼，佫就大顿去，其实迄个感觉就无共款。无感觉。但是这个时代咧改变吼，总感嘛。你即马吼办道，敢亲像讲以早安尼，是毋是有无共款的辛苦？伫什么所在？小义讲。土水师行掠老，总铺师行食道。是，亲像若是阮的人客啊，伊讲今日食中昼，总铺师可能3点就要去大市买菜，4点就开始准备。是，
直去冲到中昼，开始开菜，到下晡4点开始收倒收料，中间嘛就淡薄仔时间会使食一个点心尔。亲像我细汉的时阵，阮爸爸头拄若是讲今日食暗时的，伊可能11、2点才转来，但是3点就要出门啊，拢无咧休困的。做工的时间足长的，即摆的少年人拢无愿意来做这道，对啊。像讲这个咧办桌啊有迄个大月小月的分别无？有哦，咱旧历9月到过年的时阵是上无用的，因为结婚啊、食马牙啊、做年菜啊，嘿，拢足无用的。但是亲像烧热天的时阵，若是大家迄伫咧内底，迄食办桌拢足痛苦的。所以讲烧热天的时阵，就较少人咧办桌啦。所以讲烧热的时阵。会感觉讲真咸嘛所以讲，比如讲嘛是会着刷会着刷中破菜讲较辛苦呢，拢全咧兄伙啊，拢是真热啦讲着食拢讲袂透，讲袂完但是呢，无要紧，连面咱要来食这个菜但是进前咱先来休一下串顶就车地，连面咱再来继续请咱总破菜甲咱总监来讲一寡关于着办桌的一寡代志。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这阳线大三妹，过来，有啦。张啊，行路在下高站站啦，爱走。我来捞一扛。要完成一场成功的办桌，一个经验丰富的总铺师是绝对爱有的关键角色。以我来讲，叫行政主导啦。我行政主导就是管理规场啦，加减斗看看尾安尼，看到位需要无做了无顺序我甲因改正起来就对啦。办桌的菜色甲出菜流程一般拢是总铺师所决定的。伫办桌的现场，总铺师会来安排卡手，互大家做家己的工课。一般来讲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徛鼎的，徛鼎就负责炒菜、煮物件，搁一个就是切菜。若准以30度来讲，就是安尼啦。小工就是来就先洗碗，搁来就是洗菜。看师傅这边要伫啥物件，你边就要准备啥物物件起来，袂使颠倒变的。照个流程就是行才会使，才袂乱。让我们一同欢迎新郎新娘步上通往。最近这几年，专门伫咧办桌的团队，对原本传统的部分有突破甲升级，而且佫发展出唔捌看的业务领导人的角色。6杯吗？对，6杯。较早新人若是有啥物代志，伊就会去找总铺师。即摆我就是负责服务新人，互总铺师会使好好啊料理煮食安尼。充满台湾味的办桌文化，虽然无像以早遐尔时行，毋过这挂总铺师也是依持传承台湾味的本心，一直伫打拼，嘛互台湾人到今也阁会当享受到正港的台湾味。豆腐师啊，你办过有超过5000场的这个办桌通常拢是伫北部吗？嘿，我拢伫北部，我拢做北部。你就根据你的了解你会感觉讲北部甲其他台湾其他的所在迄办桌迄个口味顶悬，敢有啥物款的要求，甲无共款的所在？南部咯偏较甜食啦，较爱食甜，较甜食啦尤其是看见的部分较甜。咱北部一般会较清爽啦，较清。当然嘛是还佫有分伊的消费族群是啥物款人啦。有诶若操作人可能就较简单数。若上班坐办公室，还是公务人员啥，因拢会食较清爽。是啊。迄个人的迄落，有诶做初档的伊一个老官，你叫无食咸，伊无体力啦。是南部甲北部用这个工具啊，这个器具啊，有啥物差别？讲实在的，其实即摆中南部的办桌较流行，因的盘啊嘛较水，伊有可能一个盘遮大个，你按2个人斗阵卷，才会使卷上桌。对啊，有的盘啊，敢若船啊、船啊，嘿，足大个，搁有敢摩天轮，
哦是哦，所以南部的所在较宽，因总铺师有可能家己去一间仓库啊，有足侪龟石头啊，但是北部无共，北部阮所在有限，啊，阮即摆的椅道嘛拢是用租的，所以你看搬啊，就是亲像即摆看到安尼，阮做甲较简单大方，啊，较幼秀安尼，是幼工啦，哦，幼工，幼工，较幼工。啊，想怎使你会做豆腐丝？这是较早阮的查某工吼，我的人个50啊，甲因真少人啦，啊因就甲咱讲无大无细啦，吼，啊就惯习以后讲啊，头家你免信伊啦，一个敢食伊敢豆腐咧，叫掉的。是哦，唔是讲你真够吃豆腐、料理豆腐，所以讲做豆腐丝。唔是，因为我是在年轻嘛，十外岁较少年漂片啊，唔是漂片，因拢较比较年纪较侪，是，所以因。袂甲我当作是头家，当作是叫咱家己弟弟。啊，反正你讲一句应一句啦。啊，食你甲食甲软豆腐咧，啊叫掉。所以讲你这个总铺这个主家，这拢是甲你的老爸学的。毋是，我读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家己去找填报纸去应征的。是哦。去应征。哦，啊，学的这个过程中间，遮尔济工哦，你拢咧做这个总铺师，你有想讲要去改道无？因为做这艰苦啊，你顶这下壁啊，遮尔热着，你敢有迄个改道的迄个心？咱今仔高中毕业要改道一道啦。这甲学历也无关啊。那也无关的，你这个要叫我做别行，我袂晓啊。那你即马叫我去做啥我袂记得咯。哦。啊，我就存这道啊，无田无园啊，净靠这门。是。啊，你无啊？啊，就有影专业。哦，所以讲这读册其实吼，这毋是重点啦。重点就是讲吼，一人专攻一项啦。即每一个人伫这社会吼，即个世界拢有伊的功能啦，有伊的任务啦吼。大环境吼是无真稳准。是。但是我同介希望的就是讲现代的少年家。你若是毋是厝的真好个啊，也是你真爱读册，当然咱无在。但是你若是半吊子，知识读无，厝的经济也是一般般。是。我希望恁重视任何技术行业。无限听我一定办到，做土水嘛无要紧，是，做一个水电行嘛无要紧，是，做房屋拢是技术工，是，你免惊去要求。是啊。啊，即摆少年家也毋是啊，伊干嘛拉碰盘啊，餐厅碰盘啊，那加油站加油，来去做一个即摆一个我都摆来弄来弄去上河的，迄，互你到一个年纪以后，对都无啊啦。是啊。啊，你若无退休金啦，你就是迄术啊。对将来是无保障的。是，我是希望我去学一个技术的。是，我讲一句较实在的话，我食这道饭，我免惊去饿死。当然啦，遮尔济物件，尤其是这道，尤其是这道，吼，人讲民以食为天啊。是啊是啊。逐顿嘛爱食。是。你若唔来学这同好啊。不管是各行各业吼，其实要专心专注，而且都爱坚心吼，爱坚持啦吼。啊，当然啦，这个。总感嘛，我也是真好奇，因为你敢若听讲你是无咧学煮菜这个物件，无咧学煮食吼。啊，奇怪呢，我嘛讲你是这个总铺师的家庭啊，啊是安怎讲？咱通常的观念来就想讲话，啊你著真够食，你一定真够煮，啊你若无去学啦，无迄才调啦，拢爱讲物件啊，讲物件，我较优秀，我不晓做诶。是吼。系啊。你即马咧做这个工课吼，就算讲你是辅助着迄个豆腐师，哦，伊是做这个出菜啦、煮菜这个办桌的代志，是整场啦吼。啊，你后场的所在，你去负责这行政，啊，你是有啥物款的感想？阮讲台北人啊，台北人较罕咧咧食办桌，是啊，应该去餐厅去分好。那为什么大家无爱食办桌？台北的场所就歹找，较困难，嘿，较困难。啊，过来有可能伊个爱主持人，爱音响，爱饮料，爱布置。主人家想讲哇，遮侪物件，我逐项拢爱家己来，就无用诶。是，嘿，啊，我即摆来做的就是讲。你若有想要办桌，我就帮你传好好。哦，你要音响，我帮你叫；你要所在，我帮你介绍。安尼，互人客感觉讲，我食办桌，我嘛足方便呢。是。啊，我介意办桌好料，无像饭店，可能是所在水水，但是食的物件无阮办桌菜头。是。嘿，所以我用这点来吸引人客，嘿，看因有介意来讲办桌，我就帮你传好好安尼。是吼。我细汉的时阵吼。
一个总铺师同齐有就做5道道啊，啊，5道，像5道道。 5道就是安怎遮少？因为呢，较早的物件吼，有真侪手路菜，毋是简单按一尾鱼安尼呈现。是，迄尾鱼、迄尾龟拢经过真侪的处理。啊，过来就是一个手工菜。手工菜。这手工菜就是阮做个当头，阮家己用餐刷以后，迄个到下晡4点进前一个空档，就是爱做手路菜。是。 做烧麦啦，做肉丸啦，做做真侪物件，吼，拢爱家己做，一路拢家己做的，吼。啊，有的师傅就是迄个时间刻花，哦，就是刻冷盘的花，吼。透早是先准备食材，是，吼，先照伊流程路就准备食材，啊，下晡就是做这。是。时代行到遮来啊，工价悬啊。是。要叫师傅来踮咧忙的吼，哇，前时间呐。对，啊，即马变成有。 一小部分吼，阮会叫食品厂啊，物件，嘿是，所以以前一个总铺师哦，会当办5道，迄都真了不起啊！吼，啊，即马就是时间，系时间的因素啊，甲等等的成本啊，现代化去啊，现代化以后，即马一个师傅吼，会使做差不多10外道，10外道吼，是啊。当然有分油甲粗啦，是啊，迄无共款。是。所以讲有影啦，这是咱台湾人吼特殊的这个人情味，都表现到这个办桌顶悬。啊，食什么菜啊，拢有吉祥话，互你讲，啊，满满的福气拢互你带转去，实在是吼真有意思啦吼。所以啊，有影是安尼啦，俗语伫咧讲吼，有食阁有掠，啊，食好就爱斗相报。有影啦，这办桌吼是咱台湾传统文化的精神啦，而且吼，咱吼有当时啊食这个物件吼，迄喙吼会留迄个香味，等到厝，哇，3工拢袂困的，是讲逐工拢咧怀念，讲我来食迄个佛跳墙啊等等。所以讲有影，有一群人吼，感谢到咱全台湾吼各地方的这个总铺师吼，一直吼保持着讲伊迄个一念初心啦，要保持着咱这个台湾味啊，不断地去努力啦吼，希望讲这个宝贵的传统吼，唔通去甲流失去，唔通去消失去。所以啊，各位啊，观众朋友、人客啊，后边若要请人客的时阵吼，来考虑一下，来总铺师甲请去。咱来办一桌，你看遮尔啊青草着，大家吼做伙来食一道，安尼吼有影是有温情，啊，佮有人情，而且吼这个菜吼拢是大家用心。人情味就是伫咧即块道顶悬，这个菜大家拢是食了食平安、食吉祥，福气拢送互大家。报道高丁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后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高丁。哦，使我食素，但是我看了这吼，我感觉讲有影是感觉到。